大家好，豬豬姑娘又嚟分享整嘢食啦。今次整吞拿魚包，因為我手受傷，所以搓麵團就要借助廚師機嚟代勞啦。吞拿魚餡材料都好隨意㗎，除咗吞拿魚外，其他材料都可以隨意轉換，自己鍾意就可以啦。吞拿魚包嘅材料就係呢啲。先將液體部分同酵母拌勻溶化。乾材料放在一起，倒入廚師機。倒入酵母水蛋液，開慢速打2分鐘，再轉中速打10分鐘。廚師機攞出嚟之後就搭麵團，搭1-2分鐘後滾完蓋好發酵1小時。等待發酵嘅時間就整定吞拿魚餡料先。將幾樣材料混合拌勻就可以啦。時間到啦，發得唔錯，麵團脹大咗唔少。將麵團攞出嚟，捲成長條形，平均分6份。用麵棍輕碌排氣，滾軟，再碌成厚嘅圓片狀。包入餡料做形，今次整3角形。做形後就排喺焗盤上，蓋好發酵45分鐘左右。2次發酵完成後，掃上蛋液，放少少芝麻同芝士做裝飾。預熱焗爐攝氏180度至200度，焗13至18分鐘。每個焗爐嘅溫度都有出入，所以時間同上色都有所分別。吞拿魚包就出爐啦，搣開一個嚟睇下先，我唔客氣啦。
有你哋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，記得免費訂閱、讚好或者留言啊！豬豬姑娘嘅分享，希望大家喜歡。我哋下個片段再見，拜拜。